叔叔。吴道长，鲤鱼不如你呀。我之所以活下来，无非为了一个戏子。其实我对人世间的悲欢离合，还是难以割舍，也只有苟延残喘地活下去。但愿吴道长的在天之灵，把人世间是是非非通通抛开，早些安息吧。我知道，我叔叔之死一定跟洪承畴有关。我要杀了那个洪承畴，为我叔叔报仇。吴强，你千万不要冲动。洪承畴多行不义，我相信老天爷一定会给他一个结果。起来吧，来，起来吧。好了，不要难过了。我们都能理解你的心情，我们何尝不是和你一样？你这么难过，吴道长看到了，他也不会放心的。啊，好，回去吧。走吧。李版主，你准备怎么谢本府啊？哈，日后鲤鱼若是有幸进京，见到皇上太后，一定称颂马知府明镜高悬，清廉勤政之美德。本府也有错呀，错就错在太喜欢你的戏文了嘛。鲤鱼以茶代酒，敬知府大人，请。李版主啊，虎丘戏场重新开戏，你与姑苏剧社比戏，经过抽签由你鲤鱼戏班先唱。姑苏剧社准备唱《西厢记》，还是由那王子驾唱红娘？不知你鲤鱼戏班准备唱什么呢？还是唱比目鱼。哎呀，这比目鱼好啊！上次冲了戏场，这苏州城里有很多的人都巴望着看这出新戏呢。这第一回合，李班主，你赢定了。可是王子驾的《西厢记》也不可小看呢。湘君姑娘说的是，所以这次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演。只可惜乔姬、王姬不在，否则我们还可以演一出《风筝误》，这样胜出就更大了。我不在，他一定跟湘君姐姐演比目鱼了。哥哥，哥哥，怎么是你啊？我听说你不吃东西，特意买了点烧饼给你吃。你怎么知道你送的东西我就一定会吃呢？我知道，他们不让你出去，你不开心。不过我想明白了，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个够，免得你以后怨我。你真的肯放我出去吗？我已经和曹大人还有阿玛说了，你要找鲤鱼，你就去吧。我不去找他了。你能陪我出去走走吗？好啊，好。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，冰糖葫芦。怎么，这里也有冰糖葫芦卖吗？哥哥，你要吃吗？好，我去买。我觉得还是京城的比较好吃。是啊，属于京城的应该属于京城，其他地方做的
当然不好吃了。哥哥，我看你如今整天都闷闷不乐的，是不是想去找那个鲤鱼呢？你去吧。你不生我的气吗？我说过，你想做什么事情，你就去做，免得你以后怨我。可我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够做的。要是我不是格格，那就好了。你不做格格，我也不做什么贝勒了。要是你要过平民百姓的生活，我跟你一起过。你怎么那么傻呢？天底下的好女孩有的是。再说了，又有那么多的格格，你干嘛非要我才可以？因为我只喜欢和你在一起。但是我……你不喜欢和我在一起啊？哥哥，我们虽然是太后赐的婚，要是你不愿意的话，我可以回去跟她说。我想，她也不会怪罪我们的。你怎么那么傻啊？我只想你开心，不想看见你这个样子。记得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，你就是这么开心，无论做什么，脸上总是带着笑容。要是因为我让你失去了这种笑容，那就是我的错。难受的，让我来承担吧。我可以为你付出我的一切，我的地位，甚至是我的生命。只要你永远都那么开心，永远都不要再哭。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哭了，永远都不会再哭了。李班主，好，湘君姑娘，哎，请进。想不到这把伞你还保存得那么好。无论是下雨日晒，我都用你送给我的这把伞，已经用习惯了。哎，坐。对了，我对湘君姑娘的思念，还特地写了一篇文章。是吗？什么文章？这篇文章的题目只有一个字。哪个字？李。李？李香君的李，鲤鱼的鲤，18子的鲤，木字底下一个子的鲤。你说给我听听。好。李氏无家果，花亦无家花。当以思爱避之，然不敢也。倘有天下，此树未闻得风。天子未尝思避，况庶人乎？以公道论之可以，与陶齐名。同作花中领袖，然而陶色可辨，李色
不可变也。好一个桃色可变，李色不可变。自有此花以来，未闻是稍异其色，始终一操，念而不滋，是成无家物也。是成无家物也。李树教陶为耐久，欲30年时老，枝虽枯而子人不细，以得于天者独厚，又能肝胆手素，未尝以色媚人也。若先礼之盘根，则又于林冲比寿。我欲神武而不能，以著述，用年而已矣。历史无家国，花亦无家花。湘君，你就是礼，不异色，不美人。知我者，李王也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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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湘君姐姐，楼下有位老伯说是从南京来的，想见湘君姐姐。哦。湘君姑娘怎么了？那个老伯你见了吗？哎，到底出了什么事了？那老伯是谁呀？那老伯是侯方域的老仆人，伺候他一辈子了。侯公子？啊，是不是侯公子出了什么事了？他快不行了。那你……他要我去陪陪他，度过最后的时光。什么时候走？我想现在就走。我送你一程。湘君姑娘，你去见了侯公子之后，一定要开开心心。侯公子的病是忧患成疾啊，说不定见了你之后，病就会好一些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，他是怕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，所以他怕见到我，才怕我说出绝情的话，所以他病成这个样子都不肯告诉我。他是想以死来求得谅解，可他没想过，其实我早就原谅他了。我还记得李班主你说过，细可忘形，细可忘忧，细可忘我。我在你们戏班里获得了平静，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多的恨了。李渔庆幸能遇到姑娘，那已是天大的福分了。李渔本性懦弱，没有你那份高洁，在红尘里辗转了半生，知音难寻。这戏里戏外酸甜苦辣，都能被你明了了。李渔十分感激。李班主不用送了，请回吧。湘君姑娘保重。
这次斗戏一定得赢。听说鲤鱼戏班这回唱的是比目鱼，看的人一定少不了。如果咱们输了，怎么向平西王交代呀？有了。师傅，师傅开门呐！师傅，师傅快开门呐！什么事啊？不好了，仓库着火了！什么？把所有的西装和行头全都给烧了！快救火呀！着火了！快来救火！师傅，只救出这点戏服，行头和道具全都烧没了，都不能用了。李班主，哥哥，三贝勒，天舞娘说昨天晚上这儿失火了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？您看，这西装和行头啊，全都烧了。这怎么办呢？还有，那明天跟姑苏剧社唱对台戏怎么办呢？无缘无故起火，肯定是王永康所为。我现在去找他。哎，三贝勒，我看你别去了。就算你找到他，那又有何用呢？湘君姑娘走了，巧姬、王姬也不在了。现在道具、行头，还有戏服都烧了，不用斗了，认输吧。开门！开门！行啊，过去是我把你们关起来，今儿个倒好，你们把自个儿关起来了。啊，开门！出来，出来拍戏！我们不拍戏，我们也不为你唱戏，我们是不会跟师傅唱对台戏的。嘿，这排不排戏的，还有你们说了算啊！开门！再不开我撞！来，姑爷，他们是身在曹营心在汉，由他们去吧。要是上台，他们也不会尽力。再说了，如果他们真的上了台，他们再给你捣乱，这事儿不是就更麻烦了吗？哦，再说，有王子驾的《西厢记》，你就足够打败鲤鱼戏班了，因为鲤鱼戏班的戏根本就没法唱。难得一见，厚不够受的。都是好戏。哎，本王今天感觉上脸了。
王爷，今儿可是好戏连台呀！姑苏剧社唱的是《西厢记》，这鲤鱼戏班唱的可是《比目鱼》呀。今天这可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呀！是吗？那今天本王要好好的欣赏欣赏了。只怕比目鱼不能上演了。哦，姑爷，醇亲王爷，曹大人，哎呦，贝勒爷，欢迎欢迎啊！免了免了。我们平西王的姑苏剧社今天为各位上演《西厢记》，由王子驾先生出演红娘，真是堪称一绝。就是苏州百姓看过，也是人人赞好啊。我们今天是来看戏的，不是来这儿听你们自吹自擂的。贝勒爷说的对，贝勒爷说的对。那就让我们观看鲤鱼戏班出演的《比目鱼》吧。好了，你乖一点。哎，我不要嘛，给我，给我吧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的。别吵了。好了。师傅，我们到底还去不去虎丘戏场啊？去了又有什么用呢？什么都没有，唱又唱不了，还不如不去呢，免得让人笑话。这鲤鱼戏班怎么还不上台演出呢？啊？王爷有所不知，这鲤鱼戏班其实是浪得虚名啊。他呀，根本就没胆子跟我姑苏剧社比戏，是吗？我看这鲤鱼戏班不要演比目鱼了，不如演一出缩头乌龟比较合适。王永康啊，既然鲤鱼戏班已经放弃了演出了，那你们就把你们的《西厢记》开台吧。哎，好，我这就去准备。去吧去吧。难得一见，厚礼祝寿的。哎呀，哎呀，子驾先生，你怎么还没化妆呢？这锣都响了，这怎么上台啊？这个你这是……王兄，我这肚子实在是不行了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锣敲了半天了，怎么还不上演呢？啊？哎，这姑苏剧社又出什么事儿了？哎，子驾先生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！再怎么你坚持一下，今天醇亲王那就是来挑选进京为太后祝寿的戏班的。王兄，我实在是不行。哎呦，姑爷，不用着急啊，咱们不能开演，鲤鱼也不能开演，咱们改天再斗。哎呦，哦，好，走。哎呦，哎呦。王爷，我们剧社的王子驾先生得了急症，这戏是唱不了了。哦，这是天意，活该。王爷，今天鲤鱼戏班和姑苏剧社都不能开演，不如我们改天再斗。是啊。
李班主，李班主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呀是专程来报恩的。报恩？你看。师傅，全部都是戏服和道具。当然，多亏你向格格求情，哥哥才饶恕我。昨天我听说你戏服道具都被火烧了，你又要跟姑苏剧社唱对台戏，我呀就从武进赶来，把我的戏服道具送来苏州给你，以报当日之恩。谢谢谢谢。我的戏服道具呢，虽然没有李班主的好，但总能派上点用场吧。你这么说实在是太客气了。哪里哪里，只是有了这些戏服和道具，还是差一个旦角儿。旦角儿由我来演吧。哎呦，陈亲王，你看。鲤鱼戏班开演了，是吗？不错，不错。龙哥哥，旦角是龙哥哥啊！是啊，是啊。好好好。小桥流水，不到西风上上风花乱歌唱，玄情的家富家郎，若把生命入了，不日里面曾长江。也破你名丧长江。我说王永康，王爷，我想啊，你们那个姑苏剧社就不用再演了啊。你回云南呢，给平西王说，就是本王啊，已经挑选到了最好的戏班，进京给太后祝寿了。去吧。你看，这身段，听听这唱腔。好。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可是你们好，师傅，姑苏剧社散了，王永康他也回云南了。师傅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。好，不哭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李班主啊，总算天随人愿，这戏班就要进京演出了。不过鲤鱼戏班要是没有曹大人关照，鲤鱼至今不知道会流落何处。对我不必客气，还是你的戏好，有人缘啊！不过这次进京，你可要千万注意，万般的小心啊！要是真出了点篓子，那我说话就不管用了啊！鲤鱼明白。哦，对了，曹大人，这些天呢，我把戏文还有剧本重新校订了一遍。哦，还想请曹大人帮我把把关。我嘛，是不大懂戏的啊。不过我可以帮你呢，在戏的意味上琢磨琢磨
啊！是，免得那些捕风捉影的人士抓住你的画柄。这个就请曹大人放心。鲤鱼写戏呢，向来只关乎风月俗事，绝对不会借题发挥，妄言什么国事天下事。这就好，这就好啊！哎，这也正是李班主的高明之处啊！也因为如此，鲤鱼却被天下的读书人所鄙夷，说鲤鱼庸俗幼稚。他们才是幼稚呢。哎，好了，你回去准备吧。那么后天就准备动身了。好的。对了，曹大人，格格好吗？是不是跟我们一块儿进京啊？格格已经随纯亲王他们先行回京了，就不与你我同行了。哦，这也好。李班主，该忘的事情就把它忘掉，免得徒增烦扰啊。我看呐，你就当格格从来就没有下过江南。多谢曹大人提醒。李班主，李姑娘是跟你一起进京吗？我也不清楚。停车！令翁兄，子驾兄，刚准备去客栈找你，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。子驾兄，您这是准备上哪儿啊？这苏州城啊，我是待不下去了。这么大的苏州城，难道没有王兄的容身之地？苏州少了你的西厢记，可是一大遗憾呐。令翁兄，你这是骂我还是夸我？我王子驾学戏多年，自以为能识戏奥物。自从遇见了厉翁兄，方知自己乃是井底之蛙。子驾兄过谦了，就凭你的《西厢记》，原本可以进京唱戏的。都怪我投主不明啊，跟了王永康，没想到反被其害啊！子驾兄，若是你不嫌弃，可以跟李某在一起混口饭吃。岂敢！有厉翁兄这句话，我王子驾就心满意足了。厉翁兄，你此番进京，我无论流落何方，一定为兄暗自喝彩啊！我就此别过了，预祝你名满天下。子驾兄，多多保重，还希望能够早日看到你的新戏。告辞了，马夫，走吧。告辞。驾！慢点啊！小心！轻点啊！小心啊！小心啊！王姐，把这个帽子放在中间，快点，一路颠，可我抱着不就行了吗？东西都放好了。别说大话了，这千里之遥，到时候你自个儿的谷子架子还不颠散了才怪呢。师傅，那你就抱着他呗。师傅才不会抱我呢。来，不然湘君姐姐谁抱啊？快点下来，快点。就你舌头多。小兄弟，请问谁是李鱼啊？我就是。南京有封信送来。谢谢啊。李翁，我思想再三，我无法说服自己随你进京为当今皇太后寿辰献戏。清朝铁蹄践踏蹂躏我大明疆土，杀害我大明百姓，此等屈辱，无论如何我心中无法淡忘。但现在我也理解你，尊重你的选择。你心中有一个大大的戏子，这戏子与日月年轮一起运转，
无论大明朝或者满清，都束缚扼杀不了你心中的这个戏字。人各有志，但愿能随你所想，用你的戏，用你的传奇，去惩恶扬善，改造人心。花是无家花，果是无家果。笠翁，保重。顺治年间，李渔进京演出，大获成功，得到顺治皇帝和皇太后的赞赏。皇上，听说苏州的百姓封李渔为戏王。哦，戏王？听说此人生性风流，应该叫风流戏王。谢皇上封李渔为风流戏王。风流戏王虽没王位，但名头传遍了大江南北。一时各地王公大臣纷纷相邀李渔戏班出演，李渔借此游历了大半个中华大地。请，请。李班主，完璧归赵。嘿，多谢多谢。李班主啊，尽快开演。好，我家那2位老婆听说你回来了，都吵着要看你的比目鱼呢。还有，全杭州百姓也翘首盼望着风流戏王的归来，这样我也好有个交代了。尽快尽快啊！好，那告辞了。在下不送。好，不送，请。请回，请回。是啊，我就是李渔啊。有人要我将这个东西还给你。哦。
李班主，我只能送你到这儿了。这把伞你拿走吧。伞？鲤鱼不要伞。